300位消防员昨暝伫凯道举办暗会，提出组工会等等3大诉求。民众党郭文哲有去现场签承诺书，国民党侯友宜派立委詹明忠做代表去支持消防员。这场活动无申请核准，不过警方是无强制赶人，但到9点半拢还未结束，才举牌经过3届。尾啊9点40，活动是和平结束。顾子安，顾子安，有公安，有公安，主公会，主公会。国庆日进前开道初到暗时，来将近300个基层消防员、消防员工作团结促进会在开道举行国庆日暗会，成员在现场关声话诉求。人民把我们当成英雄，但是我们脱掉消防衣，其实也只是人而已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泰也来参加，表示政府无需要将工会当作对立的一面。主工会并不是一个对执政者来讲，不应当视为是洪水猛兽啊。所以在之前都已经表达过，我是赞成消防人员组织工会。郭文泰在现场签署支持消促会3大诉求承诺书，国民党立委詹明忠也代表侯友宜签署承诺书。特别是警方表示，这是无申请允准的非法集会，出动50位警力到场来劝阻，暗过无强制作为。警方在暗时9点30分进行第3摆举牌警告，活动在9点40分到和平结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